说我上都就会后领沙啊，睇下出董小爱老爱呆草毛啊，好吧，没关系。OK， 这我跟爱讲爱后领沙呢，因为其实爱是都爱迄种有礼貌的领沙。这么按用讲，因为头摆待个太久的时间吼，睇下就会很冷漠的感觉，你知嘛？就唔知要不要领沙上都用的，因为係完全唔知嘅，但是爱让他待留的不。就领沙都会出来去散步啊，我看到记得啊，说破阿爸阿妹哈，就说哦，嗨，是傍晚啊，安坐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都是全部打招呼一遍。人家是传长辈图，你是直接用声音的方式。真给，然后是傍晚啊，你老会出来现移动，懂笑就来一条，就来一条爱用。不是爱吃到爱山，会懂有捏请给领沙，太捏请了啦。为什么？而且我没有，就是那个隔壁邻居没跟我打招呼，我会生气。啊，奇怪呢。那个领沙我当爱熊家。你喺平常时间，家老师都睇到了，很好。哇，这很基本的吧？是班级就会写书哦。那所以其實應該平常時轉到不卡，雖然講緊係不卡練歌啦，不過主體練歌之外，應該表演音樂全部係強音樂。啊，走狗樂咧，唔敢講。水晶音樂嗎？沒到水晶樂咁誇張咧，就是係鋼琴樂。應該咁樣領唱表嘅，佢但係造型是會表演版，嗰哦紅中有啲還有幾多點樣嘅，係。咁個咧走狗樂又說，唔敢講不卡動強力，唔講啱咪盡力到好好冇埋門頭。因為咁每每攞東西表埋了退啦，表解轉高啊，所以哦，還有哦，讓佢下數時嘅搞表領導是有福氣嘅，我話咧，因為我蠻耐會氣嘛，所以我要動到個後面嘅喺度做，我記得歡迎嘅，所以我搬領導邊。周平呢？周平嘅領導冇周平嘅同事啊，因為你六樣六案都完全冇拿到。现在板桥旁边还缺一个邻居，你走公一排，你有那多么？你俩黑夜俩全部地门那追都给你。哎，我们没有，就是那么多。哇，跟你就真是一新那个样，你就冇看到呢。哎，你做工是真紧动电影讲诶，讲香香个一个快领啥真紧哦，尤其有今迄度。那个白天的时间烤哦，这种散供搬家的时间要用烤，给烤唔听之外哦，给他们烤来闷呢。碰呀闷呢？你听说你别太两声。可能系可以抢名字。就大明星社区，还有医院。有日摆哦，真紧的摕欧巴咧，今蛋上一架烤，给喊请警卫强下干个烤的行列。警卫？对，警卫，给打天嘛，不警卫上来，哎用紧烤嘛，烤嘛，烤来闷啊！你这个故事很好学。你做在做嘛事情？你打在做嘛事情？好累哦，哎，你下故事蛮讲睇咯，今蛋上烤哦，去烤睇之後，佢取得開門。哎呦，好啲咯！我冇到嘅健康地位都仲係維修嘅事情哦，我是喺度朋友打麻雀停。那幾款同嘅時間冇見哦。有啊，我嚇到你啊！我差點放衝呢。哎，講真爽啊！你幹嘛唱咁好呢？係咯，可能係音樂，讓我講會上進調台，因為要相信你個胡牌子連裝會調啊，呼，還有自摸，係啊，跟上進魔法都控制英文機是錯嘅。係啦。佢當嘛佢咬不卡咩？嗰種咬不卡，唔論嘛嘅聲音，佢就會聽到清清楚楚，就差唔多按住條啊8、9點嘅時間，啊同阿姊弟咧打嘴鼓，就按你同真爽嘅聲音打嘴鼓哦。啊隔壁嘅阿伯妹就會講：妹妹啊，很晚了，該睡覺了。我懂得你有一個問題，你可以把佢講咯，這樣世上嘅講法我係同講，佢聲音懂聲，唔講你穿透力很足。冇，係人帶風嘅有問題。你係你出妹妹係吧？對啊，阿燕子，我確聽下，你確聽有廿張臉上。有，係同講有哦。你講佢隔音有問題。因你駕駛講嘅快發嘅時間。我覺得尹真是用聲呐呢。真嘅冇，因為有上陣啊，同阿姐啊，就調試就講，哎呦，真爽！世界上居然有人啊，義工按力啊，哎，給阿伯咪就講。提上案例講法會較細上啲位，甚至佢係咪一條男媽媽哦，就講，哎呦，人妹哦，行好打嘴鼓啊，應講法，比來做嚟做主播呢，又咪嚟做神咧。結果隨他啲流蕩嘛，我要搶吊車，吊車我神槍嘅路權，但路權啊，就是神槍講10點到12點。伊講唔過我副卡人全部10點放從11點鐘出門，唔係講10點開始吊吼。
安尼我奥多巴我塞着，梦4点钟开始好无？我讲拍摄我已经抢个路权了，我来派出所抢的。梦去怪下做地无，我讲就不懂，我睡到11点嘛，我睇下就好就。免输啊！嘿，我睇到有一個翻嚟會掹動了，那個夢他拜託這位好不好？我都拜半夜按部條停車嗰陣就先塞片來，好唔好？啊，你做得冇？嚇，按麻煩哦。難道真係做唔到1點鐘掉唔好？係同樣啲冇，個係要嘅總統加下3不5時吼，我要接到架天花機，幾多點接打電話來？半夜1點人。難怪他會睡到11點。因為佢講佢做生意嘅啦，佢點響數號轉到副卡差唔多1點嘅啦。我講，我啷講哦，我啷見過，也都係啷參考冇關係。唔壓吼冇邊個較壓啦，唔做乜冇邊個較做風啦。我最後啲副卡吼，拿橋嘅開始跌啦，我啷講。就是白羊，我真緊就看到，就我副卡吼，我真緊表示到強強烈烈，不過怎麼個還會就去查的哦。然後還是誰去查的哦，就那種小 baby 該種。有一隻小 baby 就會大媽媽，很多千身份的。嘿，真緊韓國去查唔係是會帶到這個防止地擺毒哦。他例如說我隔壁林小，他是專門養去查的哦。去查大家不看哦，準就係亂網去啦。但是下胸脯啊，下摸肩嘅去查就會塞到愛不卡，是蛋白區。對，這去查機會搬家嘛，機會搬風嘛，它會從中心點往外延散嘛。你來變多嘅以後，你就蛋黃跟蛋白這樣子。韓國人家下講嘅咩美就感覺，即係有日本我真緊看機哦，打開嘅門哦，哎呦，我發現到嘅門哦，真緊噴出來咧。真緊唔知家父卡係咩，就親人啊，他捨不得他離開這樣子。這麼錯，我木卡留下就有一類老煙槍，大白眼就重門大潰落嘅時節，哦演了了啊，韓國我嘅少婦曬台用腿嘅時節都有演嘅密戲啊，佢就會打天花板管理室啊，佢就說有人睇白眼，伊唔承認咧，伊就講我冇白眼啊，真嘅，係啊，這個本鬼劇啊，你留當啊都唔好翕啊，係啊，唔好翕，啱人就會睇調師睇用腿就太上嚟講，說萬人睇白眼啊出事嘅，就會罵伊啊就有好冇？較好，加減嘛，不過也下人嚟管理 VNF 就有規天數，就總唔得睇冇卡白眼咧，冇所以就有個少睇白。我眼去到講規定係本好領下嘅，但有啲嘢係冇冇大交易，就好告馬槍嘅喊黑會告馬槍。他是12點停止唱歌，那新聞一樣開始。真嘅，因為記得有一層那個菜凍龜，我的領紗還送我菜。啊！你有沒有下跪？媽媽謝謝。啲阿燕真係唔識教會講領紗嘅人。其實唔會呢，即係講遠親不如近鄰啦。有時有天數嘅時節真係懂好，唔好假使咧睇群嘅時間係，即係講有意唔好，像那按嚟好理解，但拜啊3不5時就係上家嘛，橡皮忙啊，係啊，按你動態呢。嗰陣時總統我喺年來編樓台，結果雙山野球冇嚟講，我做嗰陣時唔前咩幾隻編樓台，動好哦，編為動槍力哦，我講哦，然後我就做誒。你幫個樓台有現在歐洲嘅呢，我講冇幾樣用啊。你看到不會少這樣。我講好啊，冇咗一家人出100啊，佢就點點嘅。佢主動要向我出錢啊。係啊，嗰陣時佢3不5時就要打電話來罵嘛。有一擺嗰陣時啲總統家，我8點、我9點我去做監工嘅，我去看下去解屋嘅，尤其就撞上來去罵師傅。講9點鐘靠馬東西，叮叮當當，你唔是衰冇嘅，吵馬吵。我去你邊順嘛，去你罵我師傅嘛，我就係歹勢，我看起來像做奶水嘅冇，唔像啊，我就服豬啊，冇像我講法係，如講，然後佢就開始講，唔睇參詳一下嘅冇，人家就10點鐘開始做啦，我講10點鐘開始做，因為人家要偏係冇咯，按樣炒，嗰陣時我也見啲擺家唔用冇攞去買下來。用唔辦去 PPV， 見喺做生意嘅嘛，跟住就去 Google 當講啊，給他1星評價。安尼要看調價人太濟。難道？人身攻擊。行動濟，行動濟。我嘅行山指引吼，就唔講就哦，係啊。你冇想到吧？後生海上公，1路8。